觀星對今日嘅人嚟講，或者只係科技同浪漫交織嘅夜間活動。若果追溯佢嘅起源，觀星原本係一種深層嘅靈性行為，係人類喺面對無垠宇宙時對自身渺小與永恆召喚嘅謙卑回應。喺古代，觀星並唔係為咗娛樂，而係人與天、靈與道之間嘅一場無聲對話。星辰嘅運行被視為神聖秩序嘅可見版本，係造物主以光編織成嘅書寫。人仰望星空，既為尋找方向，也為尋求意義。嗰個唔係理性計算嘅起點，而係敬畏之心嘅落點。但係，當觀星之術逐漸被功能性解構為天文數據與占星預測，佢原初嘅靈性向導亦隨之流失。人唔再仰望星辰嘅本身，而係急於從其中解碼、預測、控制，將天界秩序轉化為人間工具，把屬靈嘅記號轉譯為世俗嘅公理。星空唔再係一種召喚，而變成咗一面鏡子，反射住人對命運嘅焦慮同權力嘅慾望。從屬靈辨識嘅角度嚟講，觀星嘅危險唔在於抬頭仰望，而在於錯置咗仰望嘅對象。當人試圖從星辰中奪取神聖，卻唔願意承認佢背後嘅創造者，咁樣星星就唔再引人歸向天國，而淪為撒旦用嚟轉移敬拜焦點嘅華麗有利。星辰依舊如初，但觀看嘅人心已不再如初。真正嘅觀星者唔單止係解讀星象嘅學者，更係能夠從光嘅行列中聽見嗰一句日以言語，夜以知識，並且係沉默中回應嘅靈魂旅者。唯有當我哋唔再試圖解釋星空，而係學識聆聽其中嘅沉默，我哋才能夠重新認識星辰嘅神聖，與嗰位設立星宿、呼喚名字嘅造物主再度對齊。